这个白贼七人呢，甲曲梦社两个小事啊。这个白贼七人，伊有法度3点钟久内啊，将因老爸厝价甲伊骗到手。也若是骗袂到呢，伊甘愿做3年无钱的奴才。这款的代志，伊敢有法度能够做成？迄个曲仔梦社，讲叫我着去甲阮老爸摕一张厝契出来。嚯，阮老爸迄张厝契啊，是用3张牛皮纸包起来，再搁用塑胶落落起来，再搁用订书机甲订起来，啊，放喺鞋仔底，搭伫咧开。迄真是有影哦，做鸟起来教都无才调啦，哎呦！是安款，白贼七啊，你使我吼，行，跟我来阮家做3年的奴才。无，你即摆讲啥物嘿？哎，啥物我输？哎，白贼七啊，咱是大丈夫男子汉呢，一言说出4句河山呢。你输啊，你是安怎？你即摆后悔啊哟？啥物后悔？啊，你若无后悔，无你想哪你唔认输啊？哎，曲仔梦社，咱借问诶，你甲我约束的时间是偌久？3点钟久啊。对，即马几点？小看。我1.5钟久安尼啊。还佫1.5钟，对无？时间还袂到，无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输。你讲对毋对你啊哈？你安尼讲敢对啊？哈？好啦好啦，我当我就输笑。别太去写，莫生气啦。啊，我在大声一时啊，啊你甲我大声规歹。好啦，是嘞吼。还佫1.5钟久啦，我目睭金金看。看啥？看你到底有啥物把戏通够变出来？因别都唔信讲牛会食脏水哦。嘿，我牛会食石头啦，你要安怎？好，我目睭看，金金看，看你牛要哪去剥石头。爸，无空囝啊！你搁伫遮创啥？还搁唔紧转去看牛？还搁有啦，恁两个啦，恁两个伫遮鬼鬼祟祟，饲母饲厝，是咧厝啥货？我问你哈。无啦，阿伯，我讲你听啦。哦，无啦，无啦。啊，爸，这什么时代啊？搁咧看牛？咱对时代对着是袂赴啊啦。讲真诶啦，爸，安怎？你有想要爱互恁后诶趁大钱无？趁钱哦！哎呦，趁钱上好，你都知恁爸诶个性上爱钱，若有钱好趁上好，啊是免趁钱。真诶哦。系啊。你嘛爱趁钱哦。对啊。恁后诶甲你保证哦，我来趁甲，互你安尼买养老，互你驶到上界转诶轿车，啊，搁迄个偌尔细诶查囡仔会来甲你掠零呢。为啊哟。真诶。会当趁侪钱。真是嘞，无骗你。安尼赶紧，啥物办法会当互恁爸趁这侪钱？紧讲。简单，咱来去开工厂。开工厂就当趁钱。对。安上好，赶紧去开。好，我来去开。去找你设计，互你包办。好，啊，钱来。爱搁钱？系啊。偌济？无偌济，100万。哈？100万哦！爸，你听啊，你讲到钱就咁要分你啦。哇，你讲100万，我无。爸，你慢慢安尼，啥物讲到钱，你就讲你无喏。无啦，身躯无遐侪钱啦。爸，免，唔免用到你现金，真简单。你只要啊，自从你迄张厝契摕互我，啊，我摕来去银行贷款，来去银行借钱，你现金一角钱都用袂着。有影？真诶。安尼就用你啊？真是的啊。安尼好。好。啊，我借问的哈，你唔是爱叫我啥货哈？我叫你老爸啊。对啊，啊你就样讲你叫我老爸啊，哈，你是我生呢。哦，即摆你当作我是你生的哦，你当作恁爸是三岁囡仔较好骗嘛？哦，这张厝契你要甲我怪去哦，规工啊，敢若伫遮你这死囡仔哈，唔好好去食头路，敢若骗东骗西哈，安尼骗来骗去，赶紧去食头路啦，要骗恁爸这张厝契免讲啦哈。时间伫要到，白贼只人温书的。我记到了，你这死啦！这是恁祖传落恁讲啊，恁讲啊，这个传落恁爸，这咱的传家之宝，你甲掂起嚟，安尼害我摕袂着，赶紧的，去你家摕。好啦，我来摕
摕来莫急甲安尼咧。有怎？爸，你真无意思呢！啊，你甲我生这个，啊，你叫我头仔悬咧摕迄，我摕袂着啦，来，开咧，开咧。哦，我哭了。小等，无你叫你哪？你哭了，我头我打去，安尼毋才有够悬啊！伊呐，你是要甲恁爸打死是啊哈？你哭咧毋才对。哦，我真袂记，我哭了要你打吼。嘿呐。来。等。哦，爸。嘿，若讲你毋捌你兼无卫生，你搁生气？你家己看卖你上下啊！一天敢毋敢等咧低调啦？等咧山顶打迄牛屎啦，迄羊仔屎啦，大家臭毛毛，即摆要打我身躯，你这样打伊，我咪规身躯臭毛毛，怎变臭人？好，安尼啦，来我烫起吼。嘿啦，早就烫起来啦。好啦，紧哭咧。好，我哭咧，来。我睇你啊！爸，你摕着啊，我嘛摕着啊。哎呀，我去了了我赢咯！我是啊讲，是啦，我单教讲白菜啦，而且呢，伊的头壳真好，因这个老爸啊，3骗4骗，这个厝价去骗到手，啊，哪就会害啊？但这个曲梦霞哪就会输啊？啊，曲梦霞伊输呢，是毋是伊会照这款的情形来进行，做3年无钱的路台呢？后礼拜毋通袂记的呢，爱继续看到才知意思哦。